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耶穌釘十架嘅預言。舊約嘅預言喺新約咧係應驗咗嘅。嗱，好多聖經學者認為啊，按照當時釘十架嘅一般做法咧，犯人係赤裸裸地釘在十架上嘅。咁所以咧，有可能啊，耶穌喺十架上咧係要承受一絲不掛嘅恥辱嘅。我哋唔知嘅嚇，因為聖經冇講清楚啊。但係當時嘅做法，一般嘅做法咧就係咁嘅。咁會唔會喺耶穌嘅情況，因為考慮到佢係猶太人，咁又俾一個特別嘅安排佢咧？咁就唔知啦嚇。咁啊，顯然咧，羅馬人嘅習慣咧係將囚犯嘅衣服啊分配俾守衛佢嘅士兵嘅。嗱，士兵咧係將耶穌釘喺十架之後咧，就分咗佢嘅衣服嘅。首先咧分咗佢嘅外衣啊，咁啊至於佢嘅內衣咧，係從頭到尾係冇縫嘅，係上下一片織成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就冇將佢撕開而係為佢抽籤嘅。咁啊，佢嘅衣服嘅分配啊，同內衣嘅抽籤啊，喺舊約咧都有具體嘅預言嘅。好有啲好細緻嘅預言嘅，而且咧都準確地應驗咗嘅。嗱，舊約嘅詩篇22篇18節講嘅，他們分我的外衣，為我的內衣抽籤。呢個係舊約嘅預言嚇，耶穌未嚟之前呢係寫落嚟嘅，喺詩篇寫落嚟嘅。咁到耶穌嚟咗呢個世界之後呢，喺福音書呢有呢個記載喎。約翰福音19章24節講，他們就彼此說：我們不要撕開，我們抽籤，看是誰的。這就應驗經上的說話，他們分了我的外衣，為我的內衣抽籤。士兵果然做了這些事。好啦，咁我哋又見到呢舊約嘅一個預言呢，又喺新約呢又應驗咗啦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